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创世纪第2章第4节到第7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属灵的人。上帝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，特别是在创造人的时候，圣经记载的更神奇。上帝从那个泥土来创造人，然后捏好了之后，就朝着这个人泥土人吹了一口气，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换句话说，人是应当要有圣灵的同在，或者是说应当要成为属灵的人。现代的灵恩教会信徒很喜欢以属不属灵来断定一个人的信仰，但是属灵与否到底是如何的分辨呢？我们先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创世纪第2章第4节到第7节来看，上帝创造人。伊甸园主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地还没有草木，没有蔬菜，因为它还没有降雨，也没有人耕种，但是有水从地下涌出来，润泽大地。后来主上帝用地上的尘土，希伯来文尘土和人两词同出于同一个字根，造人，把生命的气吹进他的鼻孔，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。其实在这里并不强调所谓的属灵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上帝吹的气在原文就是上帝的灵，所以重点是在于要有上帝生命的内住，而不是去追求那种圣灵充满的这种外显动作。这两者之间其实是完全不同的。许多的灵恩教会的基督徒都只追求圣灵的外显象征，后来就会让人家感觉到他们好像都是演出来的，而不是一个真实生命的一个展现。人都应当要有灵，基督徒也应当都要属灵。曾经听一位会友，他问别人问牧者说：“你有圣灵充满吗？”当然可想而知他所说的这种圣灵充满，就是在追求这种灵恩那一些外显的行为象征。但是圣经当中所强调的是一个活出美好见证的生命，属上帝的生命，属灵生命的特质。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9节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身体埋葬后会朽坏，复活之后是不朽坏的。被埋葬的是丑陋衰弱的，复活的是完美健壮的。被埋葬的是血肉的身体，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。既然有血肉的身体，也就有属灵的身体。因为圣经上说，同一个人亚当被造成有生命的人，可是末后的亚当是赐生命的灵。先有的不是属灵的，是先有血肉的，然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亚当是从地上的尘土造成的，第二个亚当是从天上来的。
属尘土的人是像那由尘土造成的人，属天的人是像那从天上来的人。我们已经有了属尘土的人的形象，将来也会有那种从天上来的人的形体。属灵的活人应当是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不应当活出肉体的生命特质。因为呢，我们应当属基督，追求基督的生命，如同葡萄枝子连接在葡萄树的那个关系一样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是多么的有福啊！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，多么有福啊！上主从天上俯视，他看见了全人类，他从自己的座位观看地上的居民，他塑造每一个人的思想，洞悉他们一切的作为。君王不以强大的军旅获胜，兵士不靠强大的力量保命，靠战马不能保证胜利，马的威力救不了人。上主看顾敬畏他的人，他看顾仰赖他慈爱的人，他救他们脱离死亡，饥荒时保留他们的生命。我们仰望上主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保护者。我们心中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信靠他的圣名。上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。恳求主赐给我们圣灵，使我们被充满、被感动、被改变，活出基督生命的特质，以证明我们是属于基督耶稣的。求主帮助我们谦卑，不要因为有圣灵而骄傲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